大家好，我是阿勇，大家好，我是爆米花的阿华。欢迎收看《英台 Express》。 Your one-stop shop for Taiwa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 exchange. 逐礼拜我会经一条英语的新闻，互阿华翻译。And I'll pick a Taiwanese news article for Ayong to translate into English. 阿勇啊，你来亚洲住遮久啊，到今共要13档，你敢捌食到迄个汤拖所做的料理哈？汤拖哦，水鸡敢无算汤拖类？毋是咧，汤水鸡无汤拖无在内啦吼。台湾话所讲的汤拖，若无就是昆虫类、垃圾骹的吼，无就是杜丁，咱讲的白汤类。就是 lizards 嘛。若过来就是软手手、软来软去的汤类的，英语讲的 worms。worms。OK， 所以 insects, worms and lizards。敢若无呢？我毋捌食着，毋过今日个新闻嘿，拢是咧食虫无毋对吼。好，咱先来看加拿大迄边的人安怎食虫。Edible crickets farm coming to northern New Brunswick in Canada。饲来遮的杜白仔牧场开甲加拿大纽班水即个省的北部去啊。3 years ago， 3冬前 the Chasson family's fish plants closed。姓谢爽的即家伙仔，因的鱼肉工厂收起来啊。But they're now being renovated in order to house the insect crop。毋过因的工厂即马当咧翻新，要来饲杜白仔。Pet shops want live crickets to feed lizards and other reptiles。即个宠物店若买杜白仔，是要买活的来饲杜丁甲其他的白虫类。While cattle and aquaculture buyers request them frozen。若饲牛甲饲鱼下水族的客户买杜白仔，因就要买冷冻的。And as for humans， 你问讲安尼人敢会食着？会哦。Energy bar manufacturers want them in powdered form, ground up into cricket dust。做元气饼的工厂要买凝做粉的杜白仔糊。你敢食的？凝做粉食袂出来，应该是无要紧啊。食袂死。人讲这是未来时代的两白质呢，节能减碳。四分丢啦拄则你有听到讲杜白仔吼，即摆我加念几啊，互你听。杜白仔、杜猴、乌灵仔、蟋蟀仔，你捌听？这几个你敢捌听过？杜白仔是 cricket 嘛，因为我有翻译这条新闻，所以我有找书店，其他的咧我毋知。其实我拄则所念到的所有跩杜白仔、杜猴、乌灵仔、蟋蟀仔，拢是台湾话内底对 cricket 无共款的讲法，可能是有草仔色啊、乌色啦、黄色啦，还是大只细只，毋过其实拢是对应着英语内底 cricket。其中一个其实 cricket 应该嘛有足侪种，不过我毋知。咱拢无遐尼专业啦，实际都是有历史丰富的语言，共一种汤拖，共一种动物，都是会有遐侪款无共款的名。其中一个特别趣味的，提出来甲大家介绍，就是乌灵仔即个名，伊其实尾啊变出一句大家凡世捌听到的话，叫做乌龙蛇毒。乌龙蛇毒。你即马若听到大家讲乌龙蛇毒，一般的意思是，譬如讲，你即马找一个政治人物，要甲伊争取一个什物法案，还是讲叫伊出来面对一个什物案件，结果迄个政治人物的拢秘伫厝里，无爱插你，还是拢讲别项，安尼，这就叫做乌龙蛇毒，这是即马大家用的意思。实际上哪有即句话走出来？因为较早的人，因会甲乌灵仔掠来相拍。cricket fighting。 对，就是 cricket fighting。 所以你若是你的乌灵仔咧甲别人相战的时阵，伫恁即场岛，恁的比赛的即个赛场内底，你的乌灵仔无要甲人正面咧相拍，干那顾走，干那顾闪，规张岛拢互你乌灵仔射一连，安尼就叫做乌龙蛇毒。乌龙蛇毒，无毋对，其实伊是对杜白仔、杜猴即个汤拖所造出来的一个讲法。
哦，所以毋是 dragon 的迄种，嘿，毋是伫天顶飞的一只乌色的龙哦，毋是吼。好啊，这条新闻又果是一个国际新闻吼，所以一定有一寡外来的名吼啊，一个有New Brunswick，New Brunswick 你讲New Brunswick。New Brunswick 哦，New Brunswick 敢若袂歹咧，对啊，嘿，华语人来翻译 New 即个 Brunswick 一定会变甲足啰嗦的。啊，毋过因为台湾话内底咱的发音加足丰富的，有足侪华语教袂出来的音，所以 New Brunswick，你就感觉共款嘿，共款是两个音节，而且是足外音的。对，啊，又个有即个应该是法语的名，迄个姓名叫做写爽，嘿，因为法语嘛有那像台语的拼音嘛吼，所以写爽啊，即个音啊，台语写爽嘛无问题吼。写爽，嘿，台语完全罗马字拢写会出来，嘛念会出来，咱就直接用就好啊，无需要另外找汉字来斗。对台湾话来讲，甲一只动物敢若饲来耍、饲来生、吼、饲来疼，即款的，嘿，即款的概念其实是足新的。所以即个安怎对应着英语内底所讲的 pet， 爱较想一下啦。当然你讲宠物听起来足文言的，大家虽然是讲听有啊，毋过若用直接声音来翻译，我就听到 pet 即个音，我就想讲，咱台湾话内底毋是有一字，嘿啊，有一字甲这完全共音呢？啥物字你知无？就是我两撇喙手的即个 pet， 是毋是？就是 pet shop 的即个 pet， 安尼咱就直接甲伊 pet shop 变做 pet 店，安尼会使无？pet 店，嘿，只要大家若同意讲，说落来，咱就互台湾话内底 pet 完全共音的即字来代表英语内底的 pet， 安尼，这就是一个新的字，就发明伫台湾话内底啊。嘛是会使，啊，佫有另外一个嘛是较新的词啦吼，迄个 energy bar， 对啊，这其实介简单啊！即题我颠倒无开偌济时间去甲想啦，是安因为我随想着讲，我细汉时阵看着电视馆顶有安尼一出广告，我卖药啊，讲来食阮兜的药，互你提神保元气。哦，嘿，啊，即个保元气的意思，其实直接就是 fill up your energy，对无？所以我就直接甲元气即个词摕来用 energy bar， 就是元气饼。说落来，即个新闻有留啊太高哦，大家小注意即个，这是我本人出的题目。哦，好来，一个囡仔无细字去食着家蛇。Youngster accidentally eats cockroach 。因阿嬷烦恼汤生丸仔的腹肚底家蛇无死。Grandma was worried the cockroach would stay alive in the child's belly. 怎饲因孙食头家蛇药啊 Oh, so she fed him some cockroach poison. 好佳哉是买手有紧送急诊，人则无安怎。Luckily, in the end, he was rushed to the emergency room and he had no issues. 医生讲，通拖食落腹肚底会互胃酸酸死。The doctor said ingested insects would, of course, be killed by your stomach acids. 免想过头紧张啦。So there's no reason to worry. 若搁食头家蛇药啊吼，But ingesting cockroach poison 就变做带尿换闪屎。Well, that just turns a little drop of number 1 into a big pile of number 2. 你拄则讲的即个 number 1 甲 number 2是毋是就大家即马较惯势听到的小号甲大号？嘿，是无对。哦。好，我强调哦，这little drop of number 1 into a big pile of number 2，这是台语的讲法咯，我毋是英语的讲法，我都交换咯。咱即马看到荧幕馆顶，咱拄则讲到家蛇的时阵，你敢有注意到咱的字幕甲伊写做啥？即两字你敢会认得？因为即两字汉字你看，这汉你看到对无？实际上因为台语内底所讲的家蛇，即两字的话音根本就毋是对中国来的语言。哦，无是倒位来？这拢是对上古早的时代，比如讲三国时代，刘备、孙权甲周朝因咧相战的时阵，迄当阵也住伫今仔日的广东、福建即搭位仔的人，拢互因号做啥物？号做越族。今仔日有越南即个国家，就是因为越南是伫越族的南边，才会互人叫做越南。所以台湾话内底有足侪即款
越族古早的语言所留落来，根本就毋是中国话，所以你要安怎找着汉字来写即款的物件，亲像家纸仔，这就写袂出来。啊，又搁有一个足古锥的讲法，就是迄个阿嬷叫伊孙啥物汤生丸啊，无毋对，汤生丸啊，其实英语内底嘛有足侪足相像的表达啦，吼啊 ，Sweetie，have you have your dinner yet？ 对，崩掉 ，sweetie，sweetheart，嘿，拢会安尼讲崩掉。啊，其实字面上的意思，这汤生丸啊，就是汤生做一粒丸啊，互你含咧食的安尼的汤啊啦。嘿，都 candy 嘛吼。对。啊，其实这安尼甲人称呼，嘿，英语内底拢讲即款的名是啥？你敢知？毋知，毋捌听。嘿，这是这个 pet name。哦，那像咧叫你家己的 pet，就是 pet 名就对啊。哦，照咱拄则的翻译，咱若是即马开始约束讲英语的 pet，就是台语的 pet，安尼 pet name 就是 pet 名。对，无毋对。哦。好，过来有一个我嘛有需要找书，等下就是头甲纸药啊，迄个头，吼，迄是 poison， 无毋对，但是我叫是poison 是毒。嘿 ，poison 是毒，这你讲安尼嘛无毋对。问题是英语内底 poison 这个字有通当做名词，嘛有通当做动词来使用。毋过伫台湾话内底，即两个是无共字哦，动词甲名词。啊，客话内底共款嘛有即款的分别。客话内底讲跳黄的，含咧讲那一种有毒嘅东西。台湾话内底讲 poison 的名词就是毒，食毒你甲毒食落去，这是名词啊。头加蛇药，你要甲加蛇头互死，这是伊的动词。所以袂当讲毒着。你袂当讲摕即个药啊去甲加蛇毒死，无安尼都毋对去啊。好，安尼今日就到遮吼。好，今仔日拢做一寡甲汤拖有关系的新闻，希望你毋是伫食饭的时间看到咱的节目。If you enjoyed watching this episode of Indai Express， I 会记得市站电话也有本张哦。And if you have any suggestions for news that you'd like to see us translate， 毋免说字，做你伫下骹留话甲阮讲。再会 See you next time.